耶和华啊，我的心仰望你，我的上帝啊，我素来依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在这礼拜所赐的大小恩典，及保守我们出入的平安与脚步，也为昨天全国性的选举活动能平安落幕献上感谢。主，唯有你是全地的王，也是治理万国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向你的百姓常施怜悯慈爱，你保守我们脱离凶恶及试探。今天我们来到上主的殿中，我们愿将自己摆上，用诚实及心灵恭敬在主前，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让今日传讲的信息成为你的出口，用你的道来教导我们。愿一切荣耀与赞美都归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接下来我们来诗歌敬拜，我们一起翻到心灵良诗选112首，荣耀神羔羊。心灵良诗选112首，荣耀神羔羊。今天是将临期的第一个主日，为此是要提醒我们用心纪念基督的降生，并以警醒的心等候主再次降临。所以现在我们要怀着这样的心思意念来唱这首诗歌。翻到后请会众起立，若身体不适的可以坐在座位上跟我们一起敬拜。那这首歌呢，我们会唱4遍，在第3次的时候，我们请姐妹唱第1行，然后请弟兄唱第2行，到副歌的时候我们一起把它唱到结束。那第4次的时候，我们只唱到第2行的荣耀神羔羊。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荣耀神羔羊。
会众我们仍然站立，我们一起用《使徒信经》来做我们信仰告白，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下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愿荣耀归于父子圣灵，父子圣灵。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永无穷尽。阿门，阿门。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来起应今天的诗文，在诗篇122篇1到9节。诗篇122篇1到9节，会众可参考前面部目的起应顺序，由诗会来起，弟兄姐妹来应。最后一节我们一起同诵。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最后一节我们一起。因耶和华我们上帝殿的缘故，我要来为你求福。我们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公祷。我们要为东欧国家亚塞拜人祷告，愿基督信仰能进入他们的生活文化中，愿他们的国家百姓能更认识基督信仰。我们要为台湾卫理公会北2教区教会来祷告，为平安堂的赖林牧师，让他们教会奉献能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祷告。我们要为台湾行政首长及各级官员祷告，求上帝赐予智慧聪明，给执政掌权者，赐福台湾的人民。我们要为台湾儿童及青少年能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及美好的品格教育造就来祷告。我们要为台湾第一线防疫工作的医护人员还有军警人员祷告，愿主赐福他们平安，工作顺利。最后，我们一起用主祷文做这段的结束祷告，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接下来，今天的经课由苏品存弟兄为我们来攻读。弟兄姐妹们平安。本周第一经课记载于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2章1到5节。以赛亚书第2章1到5节。第1节起，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上帝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雅各家呀，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以上是第一经课。第二经课记载于新约圣经罗马书第13章11至14节。新约圣经罗马书第13章11至14节。第11节起，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以上是神的话。今日正道经文，马太福音24章25到51节。马太福音24章25到51节，由思慧我来攻读。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哪，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集在那里。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2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2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
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要有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候，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诗班献诗要为我们带来的诗歌是大家大欢喜，学老来吟诗。正道
今天我们欢迎台湾正道福音神学院陈敏清院长为我们证道，题目是关于主再来时的真理。我们欢迎陈敏清院长。亲爱的兄姐们平安，谢谢蔡牧师还有同工的邀请，让正道福音神学院有机会来这里分享正道神学院的状况，也借这机会分享信息。诚如上一堂牧师所提的，我们自己卫理公会有神学院，都得支持，还要支持另外一个神学院，确实不简单。谢谢你们的邀请，跟接纳。我大嫂的哥哥原来是在卫理神学院担任院长，我都一直没有机会见过他的面。今天到卫理公会，我才突然想到，我也有一点跟卫理公会的亲戚关系。感谢神能够接纳一个不同的神学院，确实不简单。但重点，我们拥有同一位主，我们一起同读一本圣经，我们接受神在我们身上借着66卷圣经的建造，一起来跟随主的道路。小学读过一个故事，叫做《狼来了》的故事，这是伊索寓言。你们耳熟能详，这个小孩明明没有狼，他就大声的喊：“狼来了！狼来了！狼来了！”邻里村庄听到声音的人，就拿着扫帚、拿着扫把、拿着工具出来，要来赶那一只狼。结果当他们跑出来的时候，这个小孩子哈哈大笑，他觉得很好玩，因为没有狼来。第二次，狼还是没有来。他又在做恶作剧一次，狼来了，狼来了，狼来了，还是没有看到野狼。第三次，野狼真的来了，小孩子慌了，赶快叫：“狼来了，狼来了，狼来了！”你们知道故事的结局？这些大人们他们这次出来吗？不出来了。2000年教会历史，关于主再来的事，有许许多多人的预测，就像说狼来了，都没有实现。关于主再来的真理，这里要让我们看见有6个很基本的真理。第一，当主再来的时候是明显准确的。28节说：“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当老鹰盘旋高飞的时候，他看到路途当中有一只死尸，他会盘旋而下，来到尸体的旁边，非常的清楚，非常的准确。经文用这样的一个现象来表达，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是明显准确的。当基督再来，不会像25节说的，不会降在空旷无人之处。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美国太空中心在设计太空船，当回收太空船、太空梭的时候，不会降在人群相当稠密的地方，一定降在大海当中，或者降在高山上无人居住的地方，因为不会产生这种人命。耶稣基督降临，不会在高山上无人的地方，不会在大海中看不见的地方。第二，基督再来不会降在光线黑暗之处，或说看哪，基督在内屋中。我看过报纸有一些报道，曾经有过在美国的某一个村庄，有一个直升机失事，就刚好钻入这个房子的屋顶，从屋顶穿到屋顶的里面。那飞机失事在屋顶下面看不见，也不可能。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不会在屋顶里面，一定是在光线明显，不会在黑暗之处。当基督再来的时候，28节，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那里。
27节说：“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当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一个天空的事件，是普世的事件，所以东方的博士远远看见那星，就跟着那星，朝着那星要来朝拜那王。野地的牧羊人在那里牧羊，有天使告诉他们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这是一个普世天空宇宙性的事件。当基督第二次再来，一样的，是一个天空的，是普世的，是宇宙的，是全人类都会看见的一个事实。这是第一，关于主再来，明显准确。第二，当基督再来，30节，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人子的兆头在这过去2000年来已经显现，不断的、持续的、陆续的、多次的，这个频率越来越快的。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在上帝造整个被造界，上帝造人有4件事情发生。亚当夏娃犯罪，第一，整个自然界变色，所以地受咒诅，这是第一个咒诅。所以今天我们有台风，我们有地震，我们有飓风，我们有这种自然的灾害，这是整个大地受到咒诅的缘故。第二，这世界被造本来第1天到第5天都是好的 good， 第6天人被造是甚好 very good， 整个被造世界都是好或甚好。但是当亚当夏娃犯罪，除了自然界变色，人开始受生产之苦，人会生病，人会受病痛，人会受痛苦。第二，到一个程度，从尘土来的要归回尘土，人会死亡，本来是不死的变成必死的。第三、第四，原来是好跟甚好，只有好的 good 存在。哲学家告诉我们，什么是恶？恶是善的圆缺，好的缺乏。一个完整的圆，当缺了一个角，那个就是恶。所以魔鬼、撒旦、灵界的势力成为两股相当、那里迎合的势力，彼此的征战。所以4个咒诅因着亚当夏娃来到这个世界，人不会生病，变成会生病，死亡。疾病界，人本来不会死，变成会死，死亡界。这个世界本来是好的，变成也有坏的，所以灵界开始征战。最后，自然界，整个大地受到咒诅。耶稣基督2000年前来，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是要解决这件事情。如果我们去读马可福音第4章跟第5章，这4件事情连续4个 episode。4个四幕剧都在同一段的连续的经文里面产生。首先，耶稣在船上累了，睡着了，风起了，浪大了，船摇得厉害，所以他的门徒对耶稣说：“夫子啊，你不顾我们吗？”耶稣就醒来，斥责风，斥责浪。这人到底是谁？连风浪都听耶稣的话，浪啊平静吧，风啊止了吧，风浪就平静。有主在我们船上，我们就不怕风浪。第二个例子，接着彼得的岳母害了热病，耶稣医治他。有一个患血漏的女子，她把手伸出去，有力量从衣裳坠子那边过来。耶稣说：“谁摸我？”他的门徒说：“没有人摸你。”但这一个患血漏的女子，她自己知道，她的血漏病，多年的血漏病得着医治。疾病界听耶稣的话，自然界平静风浪听耶稣的话。接下来，雅鲁的女儿死了，耶稣说她不是死了，她不过是睡了。进到雅鲁的面前，起来，她就起来，出来就出来。到底谁有这个能力？整个四福音书在表达，在以赛亚书里面所提的，当我们看见瞎子得看见，耳聋得听见，瘸腿得走路，死人得以复活，那就是弥赛亚来的记号。所以耶稣叫死人复活，死亡界都在他的手中。接下来下一章
用长篇的论述提到一件事：有一群猪被鬼附身，有邪灵附在人的身上，耶稣把鬼赶到猪群，那个猪群相当的多，从山上然后坠落到山崖。如果以经济的成效来说，那是一笔相当大的经济的损失。但是人的灵魂比经济要更重要，所以那里说鬼不是只有一只鬼、两只鬼，是群，是一群鬼，所以他们从山上就坠下到山崖。这是谁呢？连鬼、连污鬼、连邪灵、连在灵界当中两个善恶势力这里相争打的那个恶势力，都在耶稣基督掌管当中。所以耶稣基督2000年前来是要告诉我们说，在亚当夏娃所失去的这4个被咒诅的，在基督里面我们看见成全。所以好像一个望远镜，我们放大到2000年前，看见这4件事情发生。当基督再来的时候，这4件事情要完全的解决。所以德国一个神学家叫 Oscar Kuhlmann 写了一本书，这是在神学教育里面我们常用的一个观念，叫做 Has come and not yet come， 已然未然。耶稣基督已经来，他还要再来。耶稣基督已经击败那掌死权的魔鬼，有一天他要完全把掌死权魔鬼完全击败。所以在那本书里头用2次大战作为比喻，当联军，特别是联军攻占法国诺曼底登陆的时候，那一天称为 D-Day Defeated Day， 战败日。魔鬼撒旦已经战败了。当诺曼底登陆的时候，2次世界大战基本说已经结束了，但是还没有完全结束，要差不多将近1年以后，麦克阿瑟将军在横滨这个军舰上面，日本天皇地上降书那天，史称 V-Day Victory Day， 得胜日。所以打败日跟得胜日中间有一段时间，耶稣基督来的那一天称为打败日，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天称为得胜日。这段时间仍然还在消长，仍然魔鬼撒旦势力仍然还在那里征战，但是我们知道得胜日是必然的。 Has come and not yet come， 今天我们被赎，我们仍然已经完全，但还在走在更完全当中。那这一段的经文是告诉我们，当这些现象发生的时候，是主再来的日子近了。我们看到死亡，我们看到疾病，我们看到自然界，我们看到魔鬼界，好像还仍然在掌管这个世界，但是我们知道都已经被打败了，因为耶稣基督2000年前来，已经让我们验证他是得胜的主，他是击败撒旦魔鬼的主。所以29节那些日子的灾难，指的就是疾病界，日头变黑，月亮放光，众星坠落，天势震动，这指的自然界。地上的万族都哀哭，这表示这个死亡界，再没有比人的死亡、人类的哀哭更大了。接着我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这是指着魔鬼界。曾经何时善恶2个势力的争斗，那一个比恶势力更大能力的基督，他必定要得胜。当这4件事情，无论是疾病、自然、死亡、魔鬼，这4个境界被咒诅的世界，都在耶稣基督的掌握当中。我们看见他的次数越来越多，我们看见他的这个频率越来越快，我们看见整个那个激烈的程度越来越大。我们知道基督再来的脚步近了，当他来的时候，要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耶稣基督第一次来是卑微而来，连客店都没有地方给他。当他第一次来，他自己人的地方倒不接待他，可是第2次来会不一样的来。3位一体的上帝，圣父没有被羞辱，第3位格的上帝圣灵没有被羞辱，只有第2位格的耶稣基督被羞辱。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头戴荆棘冠冕，还被那些兵丁吐唾沫在他的脸上。
他是一个被羞辱的君王，所以当他第二次来的时候，是耶稣基督独得荣耀。当然，圣父、圣灵也得荣耀，但是最大的荣耀会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是一个天空的事件，是一个普世的事件，是一个宇宙性的事件，我们都要看见。接着经文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第一堂我在讲说，我主持婚礼很喜欢有喇叭，想不到我们第二堂诗歌队就有喇叭，对，号角吹响。我习惯建议新人他们走上红地毯那一端的时候，第一个出现的会是谁呢？我们都隐藏。我喜欢请新郎、伴郎跟我自己主持婚礼的人，就在这个讲台的后面有一个后门，后门躲藏在后面。怎么晓得一打开门出来，第一个出来呢？就是当当当，当号角吹响的时候，新郎我告诉他，你一听见号角，你就打开门，大步扩大步伐就走出来。我们心灵等待基督的降临，连婚礼都在表达基督，连婚礼都在等候基督，连婚礼整个仪式都有一个神学的意境跟思想要表示。所以当新郎第一个出来，我们心中敬畏，以敬畏基督，等候基督，新郎终于来了。这是一种神学性的思考教育，帮助我们。所以当基督再来，号筒要先吹响，最后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从那边都招聚来，四方招聚选民，四面八方。这些人是谁呢？有两种人，有一种是我们不晓得是否信耶稣或者是否蒙恩得救的人。在永生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是在耶稣基督以前，一种是在耶稣基督以后。耶稣基督以前的人是凭信心 by participatory faith 参与式的信心得救的人，就在永生的册上。我们不晓得，上帝知道。我大哥成功中学读书的时候，有一次他有一个经历，他去台北有一个地方还蛮有名的，叫做碧潭。他在碧潭划船，在碧潭划船的时候，他把船独木舟划到湖的中心，在湖中心他就在削一个苹果，大概肚子饿了要吃一个苹果。削的时候不小心船晃得厉害，后来船就翻了。他不会游泳，水很深，所以他能做的只有两件事。从小我的哥哥跟阿嬷跟祖母一起生活长大，阿嬷可以救他。第二，我们家是拜关公，我母亲说那个关公的脸永远是红色的，不会有灰尘，无灵无瑕。所以当我哥哥摔到那个潭里面的时候，他就大力的踢脚，上面不断的抓，阿嬷救我，关公救我。这种信心叫做参与式的信心，不晓得上帝是谁，不认识上帝是谁，但心中有一个被造的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穷则呼天，哭则呼地叫地。我们那种至极的、至高的、至大的那一位永恒的上帝，最大的那一位，是我们心灵常常会呼喊的。所以叫他旧约或者基督以前，我们不认识。我们有上帝给我们的，用奥古斯丁说，里头有一个本能，对那永恒者的本能的追求、认识的本能，但我们不晓得上帝是谁，是哪一位。参与式的信心有没有得救，我不敢把握，上帝自己定夺。但是在基督以后，称为 gospel faith， 福音式的信心。什么是福音式的信心？我们传福音，我们讲福音，我们传讲福音，人听见的福音。耶稣基督是神，唯有透过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唯有信靠耶稣基督，该死的是我，该被审判的是我，该被定罪的是我，他竟然愿意为我而死。所以我因为透过相信耶稣基督与上帝和好，我就罪得赦免，蒙恩得救。这是有把握的，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
在这2000年的教会历史来，好好传讲福音，好叫我们有把握是在里面的人。当这些人无论是参与式的信心、福音式的信心，当那一天从东到西，从四面八方，天这边到那边都招聚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提到，在主面前已经离开这世界的那时，要首先复活。我们如果到那天还仍然存留，要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相遇这个词在希腊文是一个单数的动词。希腊文有一个文法的结构，如果前面的主词是多数，后面的动词一定要复数。可是这是一个例外，前面的主词是四面八方所有这些已死的复活要被提的，在空中一群人 collective 集合名词是复数的人，可是却是单数的相遇。这样你明白我的意思？圣经没有一点一画是上帝的启示里面超出之外的。神的启示，当我们与主相遇，是单独与主相遇。今天的大学毕业时候，毕业典礼因为学生太多，我们请文学院的毕业生一起起立，1000人起立，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到台前，校长、院长把他们拨穗，从这边拨到那边。当那一天，当我们被提的时候，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在空中与主相遇的时候，我们是在主的面前，上帝一个一个为我们拨穗，一个一个为我们颁奖。启示录里头有2次同一句话，你上到这里来，第2次再讲你上到这里来。当那一天号角吹响，当基督明显准确的显现，那划时代这个整个可见的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个声音：某某某，你上到这里来；某某某，你上到这里来。在永生册上有份有名录的，我们每一个人巴不得你跟我们都在其中。神呼叫我们的名，我们听见了，就整个在天空单独的与他相见。他要颁奖，他要赐给我们各样不同的生命的荣耀的冠冕。上帝祝福我们，所以那一天，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一看就知道 ，You won't miss it， 你不会错过的。第3，主再来的日子近了。33节，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马太福音的作者用当时他们耳熟能详的场景来解释这件事。当时他们知道的是，在耶路撒冷有无花果树，所以用无花果树来比喻。当无花果生枝叶、长芽，并且结果的时候，他说就知道夏天近了。如果用我们华人，我们习惯用春兰、用夏竹、用秋菊、用冬梅，这是我们耳熟能详、我们可以看得见的东西。所以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看见竹子长起来，夏天到了；当我们看见梅花，我们晓得冬天近了。那这是在告诉我们，看见东西就知道脚步近了。看见这4个事情：鬼界、死亡界、这个疾病界、自然界，我们晓得耶稣基督的脚步近了。34节，这是无花果是一种普遍式的启示，但有一种特殊性的启示。在34节，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2个特殊的启示，一个是神的话，66卷圣经是神给我们特殊的启示。我们怎么样明白上帝？怎么知道救恩？怎么样知道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认信他可以与上帝父神和好？这些就是这66卷圣经告诉我们的中心主旨。全本圣经只有一个主题，就是上帝对以色列百姓以及所有信靠他的人的救赎计划。这本书不是为别的而写。圣经充满文学，圣经充满历史，圣经充满科学，但这本书不是为这3件事而写。虽然里面充满许多的文学、历史、科学，圣经只为一件事而写：上帝对以色列百姓跟所有信靠他的人的救赎计划。
要谈救赎吗？要知道救恩吗？要知道怎么样明白得救的方法吗？这本书就对了。所以这是特殊的启示，他的话不能废去。第二个特殊的启示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整个所有宗教的信仰，只有基督教的信仰谈到救赎，那就是一个上帝自己亲自来成为我们的救赎，这是独特的。只有主耶稣基督在今天世上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只有耶稣基督的名。所以从神的话，我们永远可信的层面得知，主再来的日子近了。别人告诉我们说主来的日子近了，不算，只有一件事算，圣经告诉我们主来的日子近了，他的话一点一画都不可撤去。这一次的选举很多都是打这种所谓的论文战，这个论文有没有抄袭？最大的论文的验证就是圣经。如果你要引经据典，我们基督徒能够引经据典。我带领很多博士班的学生，他们要写论文，其中有一章，第3章 Biblical Foundation， 圣经的根基。你要告诉我，从圣经找到最原始的 original documentation， 最原始的验证，神说了什么话，圣经记载了什么话，你告诉我，这是我们可以给世人最伟大的、最忠心的证据。所以，从神的话永远可信的层面得知，主再来的日子近了。我是生长在2次世界大战以后，所谓的这个 baby boomer 婴儿潮世代。婴儿潮世代大概是1945年到1965年20年婴儿潮，1966年到1980年称为 X 世代15年，1981年到1996年称为 Y 世代，又称为网络网际世代。从1997年到2012年称为 Z 世代，千禧年宝宝世代。从2012年到现在又10年过去了，我不晓得这10年当然要称为什么世代，但至少在这10年经历了3年左右的叫做 COVID-19， 会不会接着不远的将来会把这个世代称为 COVID-19 世代？我不晓得，但是很显然的，每一个世代是越来越紧凑，越来越紧凑，越来越紧凑。不管哪一个世代，这里是说这世代还没有过去，神的话都要成就。这也在提醒我们，每一个世代越来越缩短，神来的脚步近了。第4个主再来的真理是：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那日子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那时辰那日子连三一真神第2位格的子主耶稣基督他也不知道，只有一个人知道，就是三一真神的第1位格父上帝圣父知道。所以主再来的时候只有父知道。差不多10年左右，有一个传道人，名字我就不提。那个时代我还在我自己的宗派担任总会的总干事，有3个同工，2位长老，1位执事到我的办公室来跟我请问。他说：陈牧师，请你帮助我们。我们的牧师告诉我们，礼拜天早上10点钟在我们的教会要有聚会，同时下午2点钟要参加另外一个聚会，就在教会里面用一个很大的荧幕看佛罗里达州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先知也好，这个布道家也好，或者更多人称他是一个医治者、医治聚会的特会的一个传道同工。那一个年代，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人都到他的教会去聚会，所以在我们的宗派有一个传道同工也邀请他的弟兄姐妹要把这个好处分给他们，你们一起来聚会。可是有几个长老只是觉得不太适合，就来找我问我说：陈牧师，请你帮我忙，帮我们看看这个是否妥当。我说我隔几天就需要到台湾出差，那我的时间不多，你们可以帮助我一件事。你们觉得有困难，觉得有问题，觉得我需要帮你们消化看的地方，帮我整理，这样可以节省我一些时间。他们就帮我整理一些资料。总之后来在礼拜天的晚上，我想起这件事，我从晚上9点钟到隔天早上6点钟，整整花了9个小时的时间，
我看的这些资料，我只提这个资料里面的3件事。第一，这个传道同工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上帝是丰富的，你们要常来聚会，你们要多来聚会。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常常神就祝福我们教会，会从天上飘下金粉在我们的当中，你们可以拾金而回。哇！大家为着金粉来教会聚会，当然我心里觉得不安。第二，他说某年某月某日，以那个时间点，大概是1个月左右的时间，你们记住这个时间，邀请你们的亲朋好友，邀请越多的人来我们教会越好。那一天，主耶稣基督要亲临我们当中，要造访我们。这里经文讲得很清楚啊，其实不用我讲，你们读了这段经文，都可以告诉这位传道人说：你别骗人了。经文明明这样讲，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只有单单天父知道。2000年教会的历史太多了，无论是1995闰8月，无论是盖亚纳事件，无论是很多大卫之城在美国的德州事件，多少人宣称耶稣基督要来，耶稣基督要造访，耶稣基督会在我们当中显形。错，没有人知道，只有父知道。当然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心里也不妥。这位传道人说，我们当中有谁生病了要得医治，请你走上台。有一个弟兄走上台，他就走到他的前面，从头到脚打量一番，慢慢的走到台的这一边，小跑步跑过去，后来就在他前面拿起他的左脚，从他的肚子就大力踹下去，他叫了一声，然后跪下来，奉主的名要你起来。他站不起来，因为痛。我奉主的名叫你起来，就用手牵着他，把他拉起来。后来我告诉这几个同工，我说我看了，我觉得不妥，而且我说这个聚会不是医治聚会，这是暴力聚会。我们对信仰的事要很在意，要很小心，而且要非常的精准，要很严谨。只有父知道，没有人知道。有关基督再来的真理，第5，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心要警醒。37节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意思是随时准备主来。挪亚的日子是随时来的，挪亚的日子洪水说来就来了。38节正是这样说的：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的方舟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为什么要随时准备主来？因为主随时会来。40节，2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2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意思是，当主再来的时候，随时会来。谁会被取去，谁会被撇下，我们不晓得。所以重要的是把握现在，现在活在当下，活在现在。我们当中，如果你在你的人生过程当中未曾有过一次从心里面打开说：主耶稣啊，我是个罪人，我愿意接受你做我个人的主和救主。你现在就进来，进到我的心中，我的生命当中，成为我的主，成为我的救主。我们只需要做一个这样简单的祷告，我们的主就饶恕，就赦免，白白得来，白白舍去。恩典是因信称义，这不是廉价的恩典，这是重价的恩典。所谓重价的恩典，是当我们感受到耶稣基督恩典在我身上这样浩大的时候，就像清教徒运动的这位发起人 Zinzendorf， 在他的屋子里头有一幅的蓝图，上面有一款，下面有一款，中间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头上戴着荆棘冠冕，上面说：你为我舍了你的生命，下面说：我舍何事为你。非常清楚的，这是上帝的爱激励我，神的恩典感召我。所以因为这是重价的恩典，难怪Bonhoeffer 潘霍华在他写的《Cost of Discipleship》门徒的代价，他说：当上帝呼召一个人来跟随他的时候，是呼召一个人来跟随他去死。
当然，那个话讲得相当的严厉，意思是我们被上帝的恩典所感召的人，这不是廉价的恩典，是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生命舍身取义、舍身流血，为我们他的宝血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流。当我们感受到了，我们是这种恩典的回应，一定是重价的回应的，不是廉价的恩典，是重价的恩典。所以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警醒，最好把握现在。43节，听懂了就得行动。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最宝贵的就是把握现在，接受他，相信他，跟随他，传扬他。没有任何一个时候比现在这个时候更宝贵。韩伟弟兄早年从美国宾州宾大毕业，在那边教职服侍，后来回到台湾，受了一个感召，盼望把他的信仰传给台湾的百姓。他就到了中原理工学院担任中原理工学院的院长，以后调到阳明医学院，以后主把他接走，年纪比较轻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太太后来在伤痛当中就又回到美国，后来在我的教会我们一起服侍一段时间。韩伟院长当他还在中原理工学院的时候，教了一门课叫做生命哲学，跟生命有关的，其实就是谈信仰，谈他个人的信仰，传福音的一个课程。每一个学期最后都有一个考试，学期期末考试。期末考试，韩院长很喜欢出一个题目，每一年都出。这个题目是这样的：假如你还有3天可活，你要怎么活？后来他就告诉全班的同学，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答案我很喜欢，我最喜欢的答案。这个同学说：我昨天怎么活，我今天就怎么活；我今天怎么活，我明天就怎么活。当他把这个答案公布以后，听说以后每一学期的考试期末考都有同一个题目，全班的同学答案完全一样。我昨天怎么活，我今天就怎么活；我今天怎么活，我明天就怎么活。这是一个人生的哲学。是的，不是分昨天、今天、明天，警醒在主的面前，好好的把握现在，活在当下，活出精彩的人生。无论怎么活，不是一个变换的问题，乃是忠心持守、良善、忠心管家。昨天、今天、明天，在主从不改变。我们用这样的态度来服侍、来生活、来建造、来建立。最后，主再来的时候，要忠心持家。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呢？为主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2个结局：忠仆得奖赏，恶仆受审判。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仆人就有福了，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恶仆心里说：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酒醉。主人要来，要处置他，并且要定他的罪，并且他要哀哭切齿。这忠心持家，谁是有忠心见识？为主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这里一个中心点就是恩赐的问题。所谓的管家，就是神给我们有恩赐，神给我们有才干，神给我们有5000两、2000两、1000两。这个恩赐在原文叫做 charisma， 所以我们常常喜欢用这个字，这个人很有 charisma。就那个 charisma 就是天分，那天分是没有信主叫天分，翻成恩赐 talent 是对的，才干。恩赐是从神来的，恩赐是从上到下，恩赐是圣灵按己意分给个人，恩赐是多数的。在新约圣经没有一次恩赐 charisma 是用单数出现，都是复数，所以原文是 charismata，mata 是复数，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2个以上的恩赐。怎么样去发掘恩赐？
就像初中我在做初中实验，老师告诉我们说，这里有个显微镜，你在这个污水里面，你用吸管吸一个，然后放在显微镜的镜片上面滴一滴水，然后放一个镜片在上面，显微镜就调一下，看这个欧米巴单细胞的微生物就在那个水里面钻来钻去，钻来钻去。如果钻这个地方没有地方去，它就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没有，它就钻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叫欧米巴原理。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其实也是一样。我怎么晓得我有这个恩赐呢？我不晓得。唯一的方法就是像欧米巴试试看吧。教主日学、传福音、探访、祷告、诗班，我就试试看。如果我教了主日学，教了一整年下来，没有一个弟兄姐妹，他们不是吝啬，真的，他们主日学没有得帮助。他们主日学没有受到造就，他们主日学大概觉得这个老师教导还是需要有点加强。那很可能我教的，我大概没有教主日学的恩赐。如果我传福音讲了30个人、50个人，没有一个人信主，那大概我没有传福音的恩赐。但是不是因为我没有传福音恩赐，我不传福音？有一本书，这个作者叫做 Peter Wagner 彼得·魏格纳，写了一本书，很好的，在我的课堂上我一定使用。Your spiritual gifts can help your church grow。你的属灵恩赐可以帮助你的教会成长。他的意思是，每一个教会大概传福音恩赐的人只有7%，100个人有7个人传福音，大概传10个人有3个、5个信主。但是多数的人没有传福音恩赐。可是他说，你即使没有传福音的恩赐，你有传福音的责任。但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发掘恩赐。让恩赐来侍奉，用恩赐来建造。所以恩赐的目的是让我们在教会里面的质、教会里面的量、教会的组织、教会的结构得以成长。神按己意把恩赐分给个人。我认识一个小弟兄，1975年，那是我大学3年级，所以你知道我的年纪大概多大？葛理翰布道大会在台湾举行。我用1整年的时间，带着一群弟兄姐妹，在台湾全省各地邀请弟兄姐妹参加葛理翰布道大会。还记得10月1号到10月5号，每天晚上下雨，葛理翰牧师一走上讲台，一讲到雨就停了。每个人都拿着一个垫板，在台北的那个体育场坐在那里，倾盆大雨会前，一讲到倾盆大雨结束，每天都上万人以上在那里听布道会。有一个弟兄，孤儿院长大，他的教会需要一个诗班的指挥。他跟神祷告说：“主啊，你的教会需要有一个诗班指挥。已经登了1个月，登了2个月，没有人应征。”他跟主祷告说：“主啊，若你许可，我愿意试试看。”他就请一个老师教他指挥法。那当然，他应该也有一些底子，所以他就学指挥。后来他就自告奋勇，成为教会诗班的指挥。当我们葛理翰布道大会有东西2区250个人诗班，250个人诗班，他成为一个诗班的指挥。谁会想到一个只因为教会有需要，跟上帝祷告说：“主，你若许可，求把这恩赐赐给我。”他就像欧米巴试试看。有时候我们不需要吝啬，当我们的弟兄服侍的时候，给他握个手，弟兄，感谢你。你今天为我祷告，我感觉有上帝的恩膏，你的祷告真好，滋润我的心。弟兄姐妹，谢谢你，你来看望我，从你来看望我，你的话语充满温暖，带着上帝话语的全能。我看见上帝让你有这个探访关怀的恩赐。当我们鼓励别人，我们从弟兄姐妹们的认证知道上帝给我某一些恩赐。美国有一个总统，花生总统，他到了白宫，礼拜天就在白宫的附近一个教会去聚会，坐在会堂，聚会结束，他进到主任牧师的办公室，跟牧师说：“牧师，我会固定在这个教会聚会，我们教会有些什么样的侍奉是我可以学习承担的？”牧师告诉他说：“我们教会需要主日学老师。”他就去担任主日学老师。这是一个美国的总统，他晓得我的恩赐不是我有什么要给什么，乃是教会需要什么。
神就按己意把恩赐分赐给个人，好让教会在质、在量、在组织、在结构都能够成长。这是恩赐。charismata 从来不是我求来的 ，charismata 是为着教会有一个破口，教会有一个需要把它补足，神就按己意把那个恩赐赐给我们，为着是让教会得以成长。这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必定得奖赏。而恶仆那拿1000两，就说我害怕我这个1000两用了就没有了，把它藏起来，就要在那里哀哭切齿。地狱这个词，希腊文叫 Gehenna，Gehenna 其实是耶路撒冷北边的一个小镇，叫做 Gehenna。这 Gehenna 是焚化炉，耶路撒冷全城的人，他们的垃圾全拿到 Gehenna。24小时在那里需要燃烧。耶稣看见那个景象，就告诉他们说：什么叫地狱呢？地狱就像这样，24小时燃烧，要在那里哀哭切齿。一个不忠心、不愿意发现自己的恩赐、使用自己的恩赐、建造教会，好让恩赐可以合适使用的人，经文告诉我们说，定他假冒伪善的人同罪。他要在那里哀哭切齿。期待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去尝试发现自己的恩赐，发展自己的恩赐，然后使用自己的恩赐。教会在质量，教会在数量，教会在组织，教会在结构上更加的完整，更加的健全。当基督再来的时候，这是6个可能的现象。第一，主再来时明显准确；第二，主再来时一看就知；第三，主再来的日子已经近了；第四，主再来只有父知道；第五，主再来我们心要警醒；最后最重要的，主再来我们要忠心持家，好好爱主的教会，好好经营主的教会，好好建立主的教会，好好用上帝赐给我们的恩赐来建造上帝的家。天父，谢谢你，今天你仆人在你的教会分享信息，愿我们同心警醒等候主的再来。不晓得上一次我们是何时这样祷告，但我们今天发自我们的内心说，像启示录最后1章倒数第2节这样的祷告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主耶稣啊，愿你快来。阿们。最后还有一个影片，请我们来用祷告的心来为我们正道神学院来祷告，谢谢。有些教会的牧者，我知道有些牧师他们都是去正道读过书，或者是像我自己母会的师母就给我推荐正道神学院。进了神学院才知道说，正道神学院的学历呢是全球都认可的。有结合在国外的教学经验跟台湾在地华人文化的总结合。正道神学院又加入亚洲 APA 协会，所以在未来的规划，如果要继续走学术路线的时候，也让我明白整个蓝图之路。更宝贵的是，老师他们其实都有牧会的经验，不是上20-30年上牧会的经验的老师，也有些目前他们是牧会同时来教授的。那学校是一个完全跨宗派，对于每个教派都是一视同仁的一个态度，而且是可以公开讲的，不会担心说，我这个问题可以提出来讨论吗？因为我们在神学上的看见，其实都是神的某部分。
得我眼界是变得更宽阔。那甚至不只是这样，可能连人脉上面都有更大的这样子扩展。还没有读神学院之前，其实自认为对圣经是很了解的，很多的疑惑以前比较是单凭信心，现在是有真理。句法分析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陌生，但是又很惊喜的一个教导。我们可以按着字义，然后解经，然后不会离经太远，就学习到一个严格严谨的精神，少走很多冤枉路。那些作业在后来我的服侍的当中呢，就成为我很好的资料。在报告里头很大的得着，然后也很享受在这期间。老师都说好，我看你现在这样哦，你的那个稿子全部盖起来，好，你再讲一次。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的紧张，觉得我很谢谢老师那时候这样帮助。第一个是弟兄姐妹的反应，就会觉得这个牧者有在进步。其他人也会看到我们，不管是在台上分享的时候，或者是在大家彼此相处的时候的感觉不一样。我最喜欢正道的是，它不仅仅只是注重知识上面的造就，也是兼顾到我们的灵性，还有一个牧羊关怀的部分。在神学院这段过程里面，应该是我这一生转变最大的。整个性格改变了，连家人都觉得很压抑。老师已经那么厉害了，可是他仍然比我还前面，在这个部分给了很大的提醒。他80几岁了，他是从美国特别赶来为我们上课。当他觉得有需要的时候，要为你祷告，他是马上跪下去祷告。你说我们这些小牧人看到这些教授他们是这样，你说我们真的是看到就是一个基督的样式。我觉得在正道就好像是一个大家庭，觉得是小而温馨的那种感觉，是人情味。我觉得很有温度，特别的温暖的就是同学们给我的关心因为我是从马来西亚来的，所以很多同学都会常常的关心我。你像我们学长姐都觉得他们给我们很多的帮助，而且是主动帮助。出到一个不熟的地方，这个爱真的是很大的一个帮助。老师跟同学之间他们是没有隔阂的。老师他教完课，他都很愿意接受学生去跟他提问，你感受得到老师他是真的要帮助你的那个心情。举办爱宴的时候，学生跟老师之间的感情，其实外面的学校感受不到。比较担心的当然就是一边在牧会，然后要一边进修、读书、家庭跟侍奉、工作，加上我们是在伊朗，这上了课之后就觉得非常的值得，回来进场保养进修。每一位传道人都应该要有一段时间，有一个机会回到神学院，把过去所学的再做一些的反思跟一些的整理。奔波台东跟台北这样往返，其实我很担心会接到家里的一些突发状况。感谢主，在我求学这段时间都没有发生。实际上，连要去读书的学费呢，也是一个问题。是在整个读书的过程里面，真的神的供应是信实的，一无所缺。钱从哪里来？这个是很实际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很感谢神，就是学校这边有提供奖学金，进去到实习的教会当中，能够提供我们这样子的类似生活的一些津贴，这个其实就帮助我们很大。正道他每年都会让毕业生可以有一门课免费学习的机会。我的年纪进来的时候已经65岁了，社会上或者是在其他的地方认为这已经是一个退休的年纪了，但是正道神学院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还是神很可以使用的，还是很有价值的。学校有个志向，就是要抢救100万联合。他反而希望我们在一些非常小的一些教会来做服事，那些反而是缺乏的教会。我看到这个神学院强调要培育学生跪下能祷告，站起能讲道，出去能宣教，做职堂。能够建立教会、广传福音，正道神学院的这一方面意向是很清楚。台湾正道福音神学院可以开阔你的眼界跟心胸，因为我们的学生遍布在许多不同的国家里面。我们有4个海外教育中心，金庄高雄，我们还有澳洲、纽西兰日本，还有创启地区。其实越年轻、残累不多的时候，就把握机会，这种永恒的事物很值得我们很全心的投入。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今天来了，神就悦纳你，透过神学的教育塑造你，透过神学的伙伴帮助你，也透过你在这里的老师教导你。我不会用呼召来形容，我要说的是信心。你真的要相信，即便你搞不清楚，你不是那么确定进神学院的呼召，但是你至少要从神学院做一个起点，一直到你服事的终了，你要确信神与你同在，神带领你这件事情。你要来到这个神学院，我要感谢主，
神在你身上的计划彰显的时候，不晓得成为多少人的祝福。如果你在读经、在祷告、在神学感到动力、喜悦，在服侍教会的里面看见果效，我会邀请并且鼓励你被上帝更深的使用。你可以给我一个 email 或者打一个电话，我很乐意来帮助或者解答你心中所有的问题。谢谢正道福音神学院的陈院长来到我们当中来为我们做清楚的教导及勉励。那现在我们来背诵今天的金句，在马太福音24章35节，我们一同背诵2次，请。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马太福音24章35节。再一次。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马太福音24章35节。回应诗歌，我们翻开心灵良诗选174首，以马内利来临。我们唱第1节和第4节，会众请起立。站立，我们来做奉献祷告。感谢主每日预备够用恩典，让我们有力做工。我们所有的一切都从你而来，我们的生命、工作、读书机会、家庭生活，全都是主的恩赐。你是配得赞美与感谢的。我们甘心乐意将金钱献上，愿你悦纳，成为教会事工所用。求主赐福，让教会被造就，让福音得以兴旺。感谢主垂听我们诚心的祷告，奉主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请四线同工到台前预备。奉献是基督徒对上帝表达崇敬的一种具体行动。第一次来的新朋友或不明白奉献意义的，请让奉献袋安静传递过去即可。
会众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向主献成歌》。我们欢迎今天的新朋友杨国泰夫妇，我们掌声欢迎，一次欢迎，永远欢迎。请问还有没有在坐4楼的新朋友呢？好，欢迎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在第2次的时候，我们依然拱手问安就可以了。姐妹请坐。事工报告。今天为将临期第1主日，欢迎参加主日聚会的新朋友，本周开始点燃第1支将临期蜡烛，请为教会进入圣诞节期祷告。本周主日感谢正道福音神学院陈敏清院长到我们当中来做分享，也请为神学院的校务及台湾的神学教育关心代祷。第3，下周主日为12月第1周圣餐主日，请弟兄姐妹预备心参加。会后12点40将召开12月份小组长会议，2点召开执事会及新就任执事的交接，请新就任执事们留步参加。第4点，本周主日后11点40有洗礼前造就班，欢迎有意愿受洗或转会及进入本堂的弟兄姐妹参加。第5，教会已开始预备圣诞布置，欢迎弟兄姐妹发挥创意，以小组为单位做布置。我们也为本堂圣诞节的布置关心、奉献、祷告。第6，2023年教会年历为马太年，年度目标为荣光之家健康教会，期待高雄荣光堂成为健康的教会，有健康的成长。
第七，教会将于12月24号周六晚上7点举行圣诞晚会。隔天12月25号有圣诞主日及受洗转入礼拜，欢迎弟兄姐妹邀请新朋友参加圣诞晚会及圣诞主日崇拜。教会将于圣诞夜为每人预备一份精美小礼物。第八，成人主日学于主日后上课，圣乐赏析在副堂，小先知书在201教室，新约纵览在5楼，基要真理也在5楼。欢迎尚未参与任何课程的会友，随时可以加入，一起查考上帝的话语。第九，请为修习卫理神学院延伸班释经学课程的学生学习顺利祷告。第十，会有与布道部门录制灵修影片，已在教会网页上线，请弟兄姐妹关心，并为录播过程代祷。第11点，因疫情关系，周4的祷告会实体与线上并行。教会小组聚会由小组长决定是否开放实体。目前主日崇拜、国语、台语堂采实体及线上直播崇拜并行。若弟兄姐妹有一般奉献或感动特定及实意奉献，可实体奉献，也可利用转账奉献。转账奉献的弟兄姐妹，请务必填写姓名或告知汇款后5码，让教会的会计好作业。信用卡奉献也可以交由办公室。第12点，新旧约圣经综览课程已结束，请为学员们学习得着收获祷告。13，教会于2022年推动的爱读经计划，本周11月27到12月3号研经释义阅读进度是耶利米书45章1节到50章46节。欲购买明年2023年1到3月研经释义的，请洽各小组长或办公室同仁。14，本堂将于12月18号举办第2次的圣经会考，采预先报告方式，实体与线上同步进行。考题范围详见报名表，尚未报名的请尽速报名，以利统计人数。这点特别说明一下哈。我们的教育执事红玲吗？红玲姐妹，她非常的用心。那我坐在蜜家姐妹旁边了，她每周都告诉我说，你一定要去报名，因为她是很好的代言人。可见蜜家姐妹她是很用心在这一块。刚才牧师有分享，天地要废去，上帝的话怎么样？上帝的话永不废去，对不对？好。那第15点，今天主日后12点45到2点，葡萄小组他们邀请郑志亮教授及韦美如姐妹来分享生命见证，他也特别开放给会友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来聆听。那地点就在1楼的副堂，是12点45到2点。那我们一起来关心我们的肢体。目前还在疫情当中，所以外出时呢，请特别注意自身的防护，也为确诊的家庭及弟兄姐妹身体的治疗及恢复来祷告。我们也为流感施打的第3、第4剂的会友，还有幼童5到11岁的，在施打疫苗当中有平安，施打后身体有良好的抵抗力来祷告。我们为身体不适的弟兄姐妹，周雄老师的身体复原，薛雅文、燕英母亲，还有陶英兰的脊髓，王爱玲术后复原，黄秋、魏有义太太，还有黄婉子、林淑英的母亲，还有孙妈妈、路德师母，还有她自己本身的50间恢复，刘世文的听力和涂红淑妃与新外佣的适应，孟庆兰呼吸的顺畅，还有许陈美莲脑部术后恢复顺利，杨梅琴姐妹眼睛术后的复原顺利，还有李家芳、于翠凤女儿，她的身体恢复，请大家为长者们的身心灵健康代祷。请弟兄姐妹起立。
3-1颂。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将恩典从天上倾倒下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使我们耐心等候主你的再来，恩待我们，让我们预备好自己，每一天都殷勤的工作，努力等候，如同殷勤的仆人一样等候主的来临。愿你恩待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靠你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颂。在殿乐中，请为今天肢体消息和教会事工代祷。如果你在病痛中或忧伤的弟兄姐妹，你可以来电到教会，也可以请牧师为你们祷告。